好啊，各位同學嚟到咧最後一類型嘅題目啦，呢一課 OK，咁最後一類型嘅題目咧亦都唔難嘅，其實就用緊一條嘅恒等式，就係平方差嘅恒等式啦。我而家框住呢一條 a 加 b 乘 a 減 b 就等於 a 二次減 b 二次 OK。好啦，我哋睇睇一 A 先，一 A 咧。大家對比下上面呢條式係咪好似啊？都係兩個數加兩個數減，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樣嘢就要知道究竟邊個係 A 邊個係 B 啦。OK，呢度第一個數 A 嘅就係 x 啦，咁所以咧如果乘埋落去咧就會等於 x 嘅二次咧，後邊 B 個數6嘅二次 ，B 即係6啦呢度 OK，所以就會即刻變成 x 嘅二次減6嘅二次，咁拆翻一個括弧 x 二次減6嘅二次搞掂啦。OK， 6嘅二次係幾多啊？x 嘅二次減36啦，答案就係呢一個啦。OK， 好啦，我哋睇埋個 B 啦，大家睇睇 B 呢一條 OK， 3x 加 4y， 3x 減 4y， 我諗大家咧嚟到呢度咧應該都覺得唔難嘅。3x 加 4y， 3x 減 4y， 邊個 A 邊個 B 啊？A 係 3x，B 係 4y， 所以咧我哋即刻可以寫答案㗎啦。3x 嘅二次減 4y 嘅二次。3x 二次9x 嘅二次339x 都要俾埋個二次佢啦，4×4=16，所以係16y 二次，呢個就係個答案嚟㗎啦。OK， 就係咁樣做嘅啫，係咪好簡單啊？冇錯，我哋試多一條複雜少少啊，我哋嚟睇睇2嘅 B 嘅呢條題目啊，7m 減 4n，7m 加 4n。OK， 好啦，7m 減 4n，7m 加 4n， 我想問邊一個 A？ 冇錯啦。第一嚿就會係 A 啦，就係 7m 就會係 A 啦，咁所以 7m 嘅二次方擺先啦，係嘛？跟住之後減 B 嘅二次 ，B 係咩啊？後邊嗰嚿咯，咪 4n 二次咯，極簡單。好啦，7×7=49，49個 m 二次減翻16個 n 二次 ，OK， 做完㗎啦，就係咁樣就做完㗎啦 ，OK。好啦，我哋睇多一條先，複雜少少嘅3嘅 B， 好冇？我哋睇睇3嘅 B，3嘅 B 6c 減 5ab，5b 加 6c， 呢度有少少唔同喎，大家要留意喎。呢度個次序係唔同嘅，第一嚿嘢同第二嚿嘢次序唔同嘅，所以其實我哋要將佢變成次序一樣嘅喎。減就唔好理佢啦，因為減咧我哋唔能夠就咁是但將佢調翻轉嘅。咁我哋要調轉咧，我哋就從後邊加嗰個嚟着手。加我哋可以將佢調轉噶嘛，6c 加 5ab，OK， 清唔清楚？知唔知我喺度做緊乜嘢？呢嚿嘢即係呢嚿嘢嚟嘅啫。5ab 加 6c 即係 6c 加 5ab 咯，因為加可以調翻轉噶嘛。好啦，個次序而家啱啦，6c 喺前面，5ab 喺後邊，咁所以 A 就係 6c，B 就係 5ab 啦。所以咧，我哋又即刻可以落結論啦，就係 6c 嘅二次減翻 5ab 嘅二次方，就係咁樣啦。6c 嘅二次係幾多啊？6×6=36，所以6×36個 c 二次減 5ab 就係25個 a 二次 b 二次。OK， 就係咁就做完㗎啦。OK， 好啦，呢個就係第三類嘅題目。咁啊，大致上咧，以上幾段片咧，其實已經講咗呢一課裡面咧，我哋需要注意嘅4類型嘅題目嘅。咁咧，大家可以睇一睇，試下做翻我哋嘅課堂嘅筆記啦，睇下會唔會做得容易咗啦。如果有咩問題嘅，隨時嚟揾我，我會幫一幫大家嘅。好，今日嚟到呢度先。